Hello， 大家好，我係四川仔 Alan 啊。今日咧俾大家介紹咧係成個坦洲最大一個樓盤錦繡國際花城。呢個盤咧就係早期賣翻咧都係18、19蚊，但係咧而家咧大家知道市場環境唔好，官價咧就11蚊、12蚊都係有成交㗎。因為佢呢個盤咧，佢嘅唔單止買嘅樓盤，佢係一個好大嘅市區，佢有自己嘅商業街，有自己嘅交通巴士啦，而且有300畝嘅生態大湖景，而且佢呢個盤咧係冇同發展商借過任何錢嘅，而且銷量咧都係成個中山排名前3嘅，畢竟係網簽啦、成交數據都係排名前3嘅一個樓盤嚟嘅。跟住第二樣嘢咧，佢而家咧係可以做到3萬首付，即係可以上車，同埋咧係贈送全屋嘅家私家電大禮包，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同埋佢呢個盤咧，樓下咧就係有巴士站，半個鐘頭咧可以去到珠海嘅口岸，再過翻澳門嘅。跟住半個鐘頭咧都係可以去到珠海嘅口岸，再港珠澳口岸啦。個2鐘頭咧，再可以翻到香港嘅太子啦、荃灣啦、尖沙咀啊等等咧。佢都係有巴士咧可以直達到嗰邊嘅，同埋佢而家咧 Alan 咧俾大家介紹咧，今次就加推10棟嘅老橫單位。點解老橫咧？佢望出去咧係可以直望到我前面呢一個生態大湖景，你樓下咧可以玩啦，兜下風啦，跑下步啊，係非常舒適嘅，喺自己市區咧就可以完成得到噶啦。跟住我哋而家事不宜遲咧 ，Alan 咧即係可以俾大家介紹今次加推10棟嘅2個換嘅單位，俾大家睇下。我是水就多變幻，歲也清，歲也靜，有情似水，愛共永。OK， 而家就嚟到我哋油晚房啦。我哋而家就賣緊10棟單位，10棟咧就主要分俾89方同埋115方嘅4房。首先咧，為大家介紹我哋將呢個89平方嘅3房2廳2衛，而且係有2個陽台嘅。佢而家咧買到咧就係呢一間房咧係可以做到3萬首付，即係可以上車，而且咧限時咧贈送全屋嘅家私家電大禮包，就好似呢一個全屋大禮包清單，就比如話有一個4人體嘅餐台沙發床墊啦等等咧，其他嘅家私全部都有嘅，有個清單全部擺喺呢度。跟住佢呢個位置就係預留翻一個係佢喺呢度啦。佢交付標準咧就係大米精裝交付嘅，另外送埋家私。呢個就係餐廳同客廳就連埋一齊。呢一個廳咧就去到3米3嘅開間，89平方。係啊，跟住佢呢個就係優戰嘅廚房啊！廚房大家眼睛所望到嘅全部都有，雪櫃、消毒碗櫃、今日就爐、抽油煙機全部都係有嘅今日呢啲櫃全部都係屬於交樓標準嚟嘅大家望到。同埋廚房呢邊望出係有窗嘅，跟住出到嚟咧，佢呢邊就係屬於一個客廳啦。客廳大家望到啲沙發等等呢啲嘢，家私全部都係屬於全部贈送嘅只要有送字，全部都係送。呢個空間咧都 OK 嘅畢竟咧呢個係89平方，所以唔係話嗰啲100幾方嘅好大個廳，但係呢個廳咧都係夠用噶啦。露台位咧佢都係有贈送一半嘅面積就似2、3百寫嘅就係呢個露台。最主要大家要望咧89方咧，佢呢邊咧係望出係一個遠景單位，望到湖景啦，有300畝嘅湖景嘅。好多樓盤咧係做翻1個衛生間，但係呢邊咧係做翻2個衛生間，而且係做到間沙分嚟嘅。睇到眼鏡啲收納櫃全部都係有齊晒嘅。呢間房咧係屬於一間多功能房，佢係報建嗰時咧係屬於露台位嚟嘅，但係佢呢邊咧有一半嘅面積係全贈送嘅，所以呢邊係做到180度嘅採光。景觀都完全 OK， 跟住呢個位置係做到一間學房，擺1.5米嘅大床，跟住呢邊做埋衣櫃位，飄台位咧都係屬於全正常嘅望翻呢個景係超靚主人房咧都係做到間沙分嚟嘅大家望到主人房同樣都係做到收納櫃等等，望到啲嘢都係有齊晒房間又夠晒大啦，89平方擺1.8米嘅大床喺度咧都係 OK 嘅。呢一種咧就官價咧就係1.1萬左右，首付咧就3萬蚊，即時上車，剩低嘅咧全部都係月供嚟嘅，就冇任何嘅首付題
或者係首付分期呢啲套路嚟㗎啦。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咧，留低聯絡上方 A 兩嘅我先。未怕江風吹散了，而愛萬水千山總是情。OK， 而家嚟睇嘅地質會呢，就係115平方嘅做翻4房2廳2衛，而且南北對路雙露台嘅。呢一間房咧，同樣咧都係贈送全國嘅大禮包啊，就係呢啲茶几、電視機、洗衣機等等，全部都係有齊晒。呢間房咧一做嚟咧，佢係有間書房嘅，而且佢係贈送一半嘅面積，180度景觀咧係非常之舒服。係你喺呢度辦公咧，心情都係舒適好多嘅。南北對路雙露台，而且呢邊係最下廳，呢個位置就係屬於餐廳。餐廳咧擺埋一張陽台咧，坐埋10個人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而且優戰嘅大廚房，所有嘅廚櫃送，加埋呢一個抽油煙機、就爐、燒陶碗櫃、3件就全部一定送嘅，而且可以擺埋一個大型嘅雙開門嘅雪櫃位喺呢度都係冇問題嘅啊！呢邊嘅露台咧係可以係擺洗衣機、晾衫喺呢度咧，都係 OK 嘅。呢個露台嘅望出咧，可以望到市區嘅遠景單位。下廳嘅位置咧係做到3.8米嘅開間，大家感受下，係非常之舒服嘅。空間咧都係 OK。哇！俾我出去睇下呢一個大型嘅陽台位係非常之大氣，差唔多6米嘅超大嘅露台，而且佢呢個園咧。直接望出嚟望到一線嘅湖景單位，300畝嘅生態大湖景，呢一個係屬於間沙分離嘅沖涼房啊，飄台位都係全贈送嘅，到時可以打嘅。大家望到咧呢啲硬件嘅嘢啊，全部都係有贈送嘅。呢間房咧就係屬於一間獎比房，佢係有翻一個玻璃嘅落地窗，望出嚟即係可以去到露台，而且係可以望到湖景單位，8.5米嘅大床都冇問題。啊！呢間下房都係非常之舒服嘅，啊，可以做翻 BB 房啊，上下床都冇問題嘅。飄台位置咧，佢都係屬於全贈送嘅空間。比如喺主人房咧，係啊，可以擺1.8米嘅大床，飄台位都係全贈送。依個喺邊度咧？哦，喺呢個位置啊，佢係兩邊可以做翻衣櫃，中間就可以做個門。呢個係第一個設計，或者咧可以做翻 L 型嘅咁樣遮住。因為呢一個 L 型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你嘅床咧就唔會對住翻呢一個衛生間噶啦。衛生間咧同樣咧都係做到間沙分離，而且3面玻璃嘅。因為呢一個有個好處就係咧，你一打開咧，呢個門口咧就闊好多嘅啊！大家可以咁樣設計翻。跟住呢個就係全部都係交付嗰陣，呢間房咧所有嘅硬件咧加埋家私家電咧，佢都係送俾你嘅。而且咧，佢而家咧就搞緊3萬蚊首付啊，同埋佢呢個盤咧係屬於成個中山坦洲最大一個樓盤啦，3到5萬首付咧，即係可以上車，而且送埋全國家私家電啦。樓下咧有直通巴士，25分鐘咧去到珠海嘅拱北口岸，3分鐘咧可以去到珠海嘅口岸，個2鐘頭就可以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噶啦。如果大家對呢個樓盤咧想了解其他會員或者係想了解其他嘅樓層啦，可以聯絡上方1兩個信，或者係可以打電話俾我。如果係過到現場呢邊實地考察咧，我哋都係可以安排車，就係你香港嘅屋企車翻呢個盤現場呢邊實地考察，而且係全程免費。好啦，今次影片差唔多介紹到呢度噶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